咱台湾差不多搁2冬，就要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啊！即马针对外界来讨论讲，敢要甲中照服务改做保险制？卫福部的部长施瑞元是表示讲，若阵咱改做保险制，可能会出现3项大项的欠点，要斟酌来评估。 台湾伫要伫2025年进入超高龄社会，这原来互高龄照护加长照需求逐年增加。进前各党总统参选人分别提出政策，亲像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加民众党主席郭文铁，拢主张用长照保险制度。副总统赖清德是希望沿用赋税制。早起卫福部长施瑞元伫立法院表示，长照若做是采用保险制度，会出现3大缺点。第一个。 长照保险没有办法去处理资源部件的问题，保险制的话，它是叫做随收随付。所以你扣偌济钱来，你袂当顿嘞，你得爱开除。所以比较不能够有长期性的计划。国外的采取保险制的，现在都没有办法支撑下去。施瑞元表示，目前咱国的长照基金来源主要是分酒税、遗产税、所得税、分管、房地合一税、政府预算拨补等。 运用伫长照服务，扩增加普及长照量能的相关资源发展、人力资源加补助各项经费。卫福部2017年设立长照基金，并定期监控，到即马并无出现财源不足的情况。截至2022年底，有也是新台票1187亿，5年内未出现问题，只是分管税收拢有变动，这互大家较烦恼。如果验税是降低的话，或者遗赠税降低的话，按目前来讲的话，是还没有这样的现象。从现在再过5年，也还不会出现问题。施瑞元也讲，若做未来开办长照险，都要向民众收保费，以健保经验做例，大概若调关保费，拢会引起抗争，而且雇主负担保费的意愿无悬，恐惊原来会压价员工的薪资。 目前国际是以保险做长照财源的，敢若日本、德国、甲荷兰这少数国家，而且政府也是必须拨补公务预算来支应。由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，长照保险毋是唯一的解方，也是应该继续评估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